東西搞得這麼神神秘秘的？是什麼東西？到底什麼呀？打开看看。啊！哎呀，这是和氏璧呀！和氏璧？是啊。哎，这可是楚国的宝贝啊！你从哪里得来的东西啊？是啊，你从哪儿得来的？天机不可泄露。哎呀，这可是宝贝啊！先生请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我跟你说，冤家。公子何事？那个站在对面商寺穿蓝衣服的人，你可识得？哦，那个是住在尤氏馆舍的东周尤氏，似乎人家称他为中行先生。中行先生，那在下可退了。消息都已经放出去了，出嫁的人也不少。既然要做成一桩大买卖，就不能心太急呀！啊，再等一等吧。好了，那我先告辞了。啊，先生慢走。张子从义渠回来，已经跟大王复过命了。此刻该跟我说说，我的小狼弟弟怎么样了？你那小狼弟弟，好得很，他都长这麼高了，啊！义渠王待他有情有義，視若手足，但就是不愛說話。可是眼下公孫衍正在蠱惑義渠與我大秦為敵，我真擔心，一旦哪天大秦和義渠兵戈相向，那匹小狼不知道該幫哪頭才好啊！張子說的是，看來我得想辦法，讓大王把小狼弟弟要到秦國來。此為一事，還另有一事，乃萬眾矚目之事。張子，請說。茶啊！魁姑上茶，奴婢這就去給張子烹茶。芈月，和氏璧。昔時，和氏璧在朝陽家失竊，因我貧窮，所以朝陽以我盜玉，讓我蒙羞含冤，遭受了奇恥大辱。如今張儀也算有些財產，雖說不能富可敵國，但手頭還算寬裕。恰逢和氏璧出現在咸陽，我為何不能來看看呢？說不定順藤摸瓜能找到當年盜玉的真兇，以雪我蒙冤之恥。再好的東西都有它的價錢，張子有錢，去找那持玉之人買了就是。哎，難就難在張儀跟這玉糾葛太多，眾目睽睽之下，我張儀不願再為了這玉陷入眾人的非議之中。那張子是想要我們替你出頭？正是。你想，和氏璧乃楚國國寶啊，羋月是楚人，你當面贖回國寶，天經地義，順理成章啊。張子對此事志在必得。我已備下資用，單等羋月為我周旋。恕我直言，不知為何，我對這塊寶玉突然出現在了咸陽，冥冥中有一種不祥的感覺。羋月多慮了吧？其實坊間一直傳說，這和氏璧是驅邪避害的祥瑞之物。此時突然出現在咸陽，說不定是好徵兆呢。啊？魏夫人聽說那和氏璧的事了吧？為那寶物肯出價的人不少，但那持玉之人一直不肯鬆口，想必是待價而沽呢。適才我才聽說，那出價的人當中，竟然有羋月。羋月，那寶玉曾是我大楚的國寶，要不是大王寵他，就憑他的身份，也配沾那寶貝。既然這寶貝是你們楚國的國寶，王後怎麼不肯出價呀？唉，只怕是還不知情吧。嚯，這麼大的事兒，
芈八子都出手了，王后总不能漠不关心吧？你应该让王后知道。哼，这段日子王后一直对我淡淡的，我才懒得去。我倒是有个主意，你放出口风去，就说你自己要买，让这话传到王后的耳朵里，别人也得信呢。和氏璧价值连城，我一个小小应妾怎么能買得起？只是说说而已嘛。哎，你刚才说这和氏璧是何物？那可是宝贝。哪国的宝贝？楚国呀。对呀，你孟昭氏大忠大孝，为了赎回楚国的国宝，安抚列祖列宗，倾家蕩產，在所不辞啊。那我就試試。妹妹，妹妹好兴致啊，晒太陽呢。是啊，心裡頭整日晦氣得很，再不曬曬就長霉了。哦，对了，我最近倒是聽說一件新鮮事，那和氏璧突然出現在咸陽了。那又如何？那和氏璧可是我們楚國的國寶啊！真是好笑，和氏璧在楚國已經幾百年了，不是在楚王宮裡，便是在令尹府上，這跟你有何干係？唉，如今國寶流落在外，我是楚國女子，怎敢忘本背德？應盡微薄之力，讓寶物回家。姐姐說什麼？我沒聽清楚。我有意將那和氏璧買下，歸還母國。不是妹妹聽錯了吧？姐姐何時變得這麼財大氣粗的？所以呀，我要將我從楚國帶來的妝容和全部首飾都賣掉。若是妹妹有一兩樣看中的，也算成全了姐姐。嘿，投中了，公子好厲害。嘿。來，公子。王後，我說過了，你有身孕，再來，不用多禮。嘗一個永相令送來的果子吧。不用了，多謝王後。王後，可聽說過和氏璧？和氏璧，自然聽說過。當年楚國逐玉高手卞和採此寶玉於懷玉山，初不為人時。後被文王賞識，琢磨成器，命名為和氏璧，乃我楚國傳世之寶啊！是，現今那寶貝就在咸陽。不會吧？